大埔宏福園大火震撼全城，其中共有235名外籍傭工，佢哋喺社區默默付出。截止到12月5號為止，火災中有10人不幸喪生，3人受傷，192人安全，但仍然有30人失聯。菲律賓移工部部長感謝特區政府嘅工作，提到其中一名傷者原本喺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，情況危殆，經過成功治療之後，依家正喺康復中。She has been saved and is on recovery mode, and we're hoping to have her home soon with her family. 我哋估計喺一次大火入邊不幸身故嘅外傭咧，每一名咧係大約係80萬港元嘅補償嘅。政府為受傷外傭提供5萬或者10萬元嘅補助，而喺大火中得以逃生嘅外傭則獲政府提供2萬元嘅補助。佢哋係城市嘅一部分，亦都係守護家庭嘅力量。我哋珍惜、尊重每一位喺香港付出嘅外籍傭工。